今日終於可以嚟到呢個老撾永珍凱旋門，老撾嘅最大地標凱旋門。呢度有唔同各國嘅遊客，但係中國嘅遊客特別多。而家我就企喺凱旋門嘅門口。而家開始進入凱旋門啦！大家可以睇到歌連橋金碧輝煌嘅設計。老撾係一個最傳統嘅佛教國家，所以特別多佛教嘅雕像。喺老撾，乜嘢都要收錢，乜嘢都係錢。好，扮唔到當地人，又俾咗3萬他，唔係3萬添，仲要行樓梯。以前都冇呢個展覽，收咗錢有展覽睇下。带号啊，你说这个对，不带号，不带号，不在这个，他这个不在你。哎呀，你说的，反过来这说的不带你的，没什么感觉，他是不带你。1966年水浸。
好，登頂。Contemplation 名鎮，呢間係永鎮最出名嘅寺廟，佛嘅冷老撾特別多寺廟。老撾嘅食物就同越南同泰國北部差唔多。見到光啦，見到光啦，終於登頂。俾咗3萬貼，即係港幣10蚊雞。好，先行一圈先。結婚照都會喺呢度拍，唔覺意又見到啦。好在今日而家嘅天氣有風唔曬，特別舒服呢個時間。
好嗱，轉頭再上登頂，再高啲，俾咗3萬 tip，唔好蝕。呢個就係凱旋門對出嘅一個廣場，特別多遊客，嚟自唔同地方、唔同嘅國家。橙色嗰啲係而家老撾新引入嘅電子篤篤，可以用 App 去 book， 但收費有時貴過有冷氣嘅的士，起跳39000 tip。OK， 上去。樓梯，又係樓梯。唉，有旅行真係60歲前好去晒，冇力行樓梯。哦，สบายดี啊？哦 ，Chinese。哎，不知道这个真痛啊！喂，你们是中国的？哎。唉。唔好睇佢黑掹掹，當地嘅少年其實都幾友善。好，唉，登頂登頂。呢啲缸係攞嚟養魚，但中國人攞嚟醃皮蛋、醃鹹酸菜。幸好茶。嗯。哦，你是中国的？对。哦，看看是不是用太阳能啊？看看是有没有中国。这个是很早的，之前应该没有。哦，可能。看看装上。啊，在老撾啊，68%都是中国的。啊。懂不懂中国话？懂不懂？懂懂，那里。English，懂不懂？他们一般都可以说泰。
部嘛是它的紧嘛。啊，就幾個功能嚟就。哦，又見到韓國人 kimchi。哇！特別多人。哦，封咗唔俾上。哦。大家可以睇下呢個廣場有噴泉、遊客、各國嘅遊客、小食檔，但係爭咗一樣嘢，就係冇大媽喺度跳舞。大家睇下廣場有噴泉、有音樂，但係冇大媽跳舞。好啦，同大家介紹下呢度附近嘅車仔檔有咩食。好啦，水果，新鮮嘅水果，雪糕、酸芒果、酸檸檬，可能會肚餓嘅凍飲，汽水同水最穩陣。有甜有鹹嘅 pancake， 老窩一樣，錢都費事收 ，QR code 俾錢都好。最中意嘅油炸食物，跟住仲有鬆燉。對面就係電子篤篤，Coco Move， 逼逼地6個人都可以嘅，但係最低消費39000 keep 起跳。前邊綠色嗰架係電車嘅的士，平過篤篤。